人民爱洗时间，不是装饰哦，我真的要吃哦，你也可以吃，没事，好。人民爱听我讲嘛吼，迄爱妈最熟的孙的，哦，所以当伊伫个点停下了啊，然后他带给吼点停下，你点停下了，用袂该哈，然后挨咗年啱尾差唔多4點人嘅時間，因為佢阿生佢要用單講調咧買水板，係就覺得很多水板，人工水板，水板，然後佢要嚟調，然後俺媽同上來，佢就買一本本來食，所以我大概3、4點嘅親期待啲點停下坐咧，突然間買水板嘅阿姨，不會只有你有？大部分哦，大部分只有阿姨。哇，真勁哦！按版型嘛，我版型像哇，按像呢，还蛮形象的。然后他以后，应该出社會以後，我一推新野城還是辦離開用梅的嘛，然後畢業以後要去台北上班，所以對呢啲東西呢冇接觸到，都明係等係結婚以後係帶要轉嚟用梅帶。還是突然太太傳統市場，OK， 看到呢些是我們最佳的回憶。哦，真嘅呢。對，所以我今天帶來跟大家分享，太好了，好吃的東西，哦，我一聽到，一聽唔係嘛該，唔係嘛該山珍海味讓喺最後誒，其實簡單的食物就可以讓你覺得很快樂，很享受。尤其種出櫃就是最好的驗證，對啊，好，睇下出櫃，親上愛吃啲台灣嘅東西，如何要種，真簡單。像我生意啲櫃來，每個是嘛個四海豆漿。哦，真的呢。廣告啊。真的，你會最懷念的都是這種，唔係嘛嘅山珍海味。唔係嘛嘅山珍海味。不過也咩喜愛過重要嘅回憶，因為人哋萬歲都係米酒時我有去叫他茶嘅白眉。我例如迄叫他茶，後邊有個蘇嘅餐廚餐誒，係啊，如迄邊安尼一般一般。唔過人哋萬歲清好食咧，我小時候不知道羅佩館的美味，假如我偷甜咧，不同嘅嗰種，不同嗰種啊，叫咩有得？